走你！就完蛋了，把我从别让我拥有！别让我拥有！压力好大。聚3才个万。我超怕英泰被勒死。我觉得，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收获最大的，让我感受到最多的，其实是因为你们的付出跟你们的坚持。我们华航的空服员就是台湾整个工时制度的受害者，我们就是在第一线的受害者。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的是休息，不是钱，对不对？我希望将来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资源跟条件，继续协助下一批工时的受害者，好不好？但请运路子双方都做得相对平等、到合理的情形之下，漳州的创造出hand卡进步的社会。客家电视台路通之网用台湾迄高路指导来做方向，我讲的迄第一张渺渺茫又不经意的社会制度，达三人面对职场上路子的冲突，安样的伫碰的制度求生存，还有伫对立之中牵带出的家庭战争、老爱情的考验。安样的去沟通、解决，甚至去对抗佢，本日就关系做得hand较和谐的故事。加用一只题材，用每一集就从啲人顺向小人物的路通故事，本观众做得亲身感受到，乜嘢係高路，乜嘢係工作嘅價值，還有乜嘢係路通意識。经理，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工啊！你对自己的权益都不在乎是不是啊？当时客家电视台拿过劳指导找上我们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本书，其实还蛮震撼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实际过劳死亡的案例嘛。其实本来就有接触相关的，比如说社运啊，比如说那时候会参加那个4.5和反核4.56运动这种，就是有接触一些这些外围的人。但是你看到书的时候，其实是感动说，就是很多人在这种处境或是不平的状态当中，可是有少数人在为他们努力。那如果大家一起有这个共识，就是劳资的关系就会更好。所以看的时候是觉得很想写，就是那时候我是看题材的时候。在的场景是劳动之王的一个主要场景。那这个场景的名字叫做劳动提升联盟。劳动权益提升联盟。劳动权益提升联盟，简称劳提盟。主要是因为那个过劳指导的作者黄怡玲小姐，她自己就有一个类似劳提盟这样的办公机构办公室。那我们来取一个名字好了，所以就取名叫劳动权益提升联盟，简称劳提盟，这样做一个虚拟的一个民间的机构，它会替这些过劳的案子发生这样子。那个时候跟客家电视台在一开始要建构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比较明确的跟他们说，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很严肃，然后大家觉得是一个宣导片的戏，所以很早的时候，连案子都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我就跟客台说，我想用偶像剧去包装它，观众用偶像剧的角度，进入这个劳提盟的世界，然后用男女主角的爱情去引领观众了解什么叫做劳基法，什么叫做过劳，什么叫工伤这样。无听操，唔做得对女主角疑神的神腔，看到记者强用强本人喊做臭卖错，相信抢爱原来抢爱失望，就做得出头天的一家。然后有学贷、保险费爱缴。我唔得目前路啊！你下天气唔好，条路快晴。俺迄钱都条路用加啥？
也是对男主角尹泰某个事情就分得清清楚楚的审判态度地度，发现其实做得很较勇敢的面对亚杂沙飞。我只是实话实说。说实话也不用说的那么难听啊。有哪个人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员工着想会开心啊？你是去协商，不是去吵架哎。我是何英泰。我是王一晨。那何英泰的个性呢，其实是比较也内向，比较武静，跟人家比较没有办法太多的接触，也能接触。然后王一晨个性就跟何英泰完全的互补。我是小资女孩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激活，然后热情，但是就像一个太阳，很温暖。这位呢是我们劳迪盟的大家长，盛妍。森雅。出来，给我出来，给我出来！给我出来！生涯也得角色吼，我讲伊非常的喜欢也得角色。本来上岛啊哈，骂了有很多争议，骂了有很多不公平。骂了很多无怨无悔，吼，伊呢做迄遇到劳工不干扰的，遇到争议、无公平的事情，伊就无怨无悔，然后去点头带主操。同我本人来讲，我知道有伫位想象，做迄也都看到较无公平的事情吼，嘛会起出来讲吧。道歉赔偿，谁可以给我们？台湾千万个过劳的保全员一个公道。我拄到安尼批后，当然扫描去查一下资料，毛政会欣赏加个资料，各位我切下也有去个一例修为，各位个很多同性家庭婚姻的，拄好也当个时间有安尼抗议，我也都现场去感受一下，这种抗争的氛围。我知道劳工的问题，到台湾来讲，非常的严重。故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提出来发生的事情。淑美这个角色呢，在这个劳工意识提升联盟里面，他是一个会计，然后跟盛爷其实算是比较有点革命伙伴，算是这种元老级的成员。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博成嘛，是一个实习生。那剧本里面设定说是因为他是我同学的弟弟，所以呢他要实习我才让他进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混的一个死小孩，狗模子这样子。所以然后我可能就是负责会去教训他，然后呛他、管教他的人。你想讲等于他总特别讲神，你私信捆什么哎呦！我哪来就生你丢哎！哦。淑美其实她平常是一个算是温柔的人，就是然后笑笑的，然后都还好，除了博成以外啦。但是其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她个性稍微就是比较温和一点。但是到了抗议的现场，到了就是替劳工争取权益的现场的时候，她会完全就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会非常的热情，对，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角色他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就是这个反差很大。你只要想到公司见面会丢脸，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可以当上经理，是多少员工跟你一起努力啊？对啊。我可能给人家的感觉也是大概第一印象会觉得可能文静或是所谓就是有气质那种的。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我坦白说真的蛮冲的，就是遇到看事情。所以如果说像是这种就是争取权益的场合什么的，基本上呢，上次有一次我们拍剧照，然后拍剧照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定格就很假嘛，所以都要喊出声音。然后那时候在喊的时候，哇，我跟盛妍真的超激动的。然后后来发现，拍出来照片效果还蛮好。我觉得在那个当下，然后我肾上腺素也是一个很容易飙高的人，然后又是剧场出身的，所以我就是那种在放的那方面，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有一点像啦，只是我平常可能就是更不会那么的夸张这样子，但在戏里可以这样飙，还蛮过瘾的。我现在这个角色呢，其实他是一个大学工读生，但其实他的思想还蛮开放的。至于为什么开放的，看下去就知道，看到之后就会知道。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因为他其实来劳体盟是被逼着来的，所以其实他心里有非常多的抗拒，然后他其实一心想要玩，一心想要偷懒，一心想要逃跑。
无啦，原来枪迄次都奇怪，因为对楼梯们有冷气，原来迄高本就走了湿湿嘅呢。周伯成，那唔迄年纪，迄乃太好同好，你要中男死心，用那才WR15嘛。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蛮多，就是包括影视圈啊，包括很多行业，其实都会有过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抗议事件。那其实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个领域，大家都忽略了他们的辛苦，跟他们其实真的在过劳，跟应该说就是不合比例原则啦，就是你做了很多的时数，但你到只是这些钱，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行业是目前是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希望可以提醒大家关于劳动力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定要抗议什么，而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在你心里面这样。还有是在我们还没来上班之前，因为我们来了2个新人，就是2个主角。然后呢，他们2个来的第1天就发生了非常惨烈的事情，就是老提蒙被那个石头砸窗户，他们被丢烟雾弹，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2个就是第1天就是有震撼教育。算是2个人的大场面。大场面，对。然后，不过还好，我们虽然是大场面，看起来是很厉害、很严肃。其实我们整个氛围还蛮轻喜剧的，我觉得应该效果会不错的，对不对？应该很好笑，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警匪枪战那种感觉。老鹰他是打死不想到老铁魔宫，他实际为了他阿鹏打一个赌。对。那为什么不想来这边工作呢？是因为我不喜欢这边的工作环境，非常的脏乱。因为何英泰他本身他有一些强迫症、一些洁癖的一些精神关节症，对。不喜欢接触人群。对。然后完成就是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太热血了，然后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2个心情，我看到他超不顺眼，就一直很想叫他走去找别的工作。你有必要讲话这样大小声吗？我哪有大好声啊！被我看到你，我就一肚子气。我们这样拍到现在，其实第1集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火花了，都还蛮精彩的。天，等一下！你干嘛？你不要吐在我身上，拜托！你吐在我身上了！你吐在我身上了啦！救他一下，走吧。卫生纸，帮我来救！你鼻孔里面有红豆。我刚才就不敢呼吸啊！不是突然你知道什么都在我脸上。我整个快浸淫在我的八宝粥里面。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八宝粥，你知道吗？可是我刚才怎么一吐，然后就挤在那很好的腹部啊，就完蛋了，八宝粥一个。没想到就这样结束，好牺牲哦。不会，这是我开场戏，对，没错。这是我出场然后主角一开场是这样。我超怕英泰被勒死。公司啊，要我们加班的时候，老板一定会脸臭臭的跟你讲，怎么样？你以为我喜欢你来加班是不是？我是看你可以被栽培，才会给你机会。劳提供价值，劳动权益提升。劳提供价值，劳动权益提升。你要演什么？
要演什么？他们在演那个行动剧，就是被奴役的牛是劳工，然后有一个恶魔是资方，就是他不断的去剥削劳工的体力和时间。因为前天已经拍了那个课长很无情的要把我就是辞职开，所以看的时候其实心里也蛮有感触的，就是盛爷说的话完全就是课长对我说的话，对啊，还蛮复杂的心情。你以为公司喜欢让你们加班呐？啊？给你们加班，公司还要付电费，给你们开灯、吹冷气。要不是看你工作能力的栽培，我也不会想要把工作全部交给你呀。他说他讲课的，不管可不可以，这个纰漏是你们捅出来的。你们要是让公司有任何的损失，偶像剧可能在编剧的这几年的工作的专业里面，它有一些养成，你知道怎么让男女主角恋爱。但问题是，只要开始踏进，因为我们的设定其实在前3集的时候，我们的男主角还在那个劳动检查员的阶段。那我们想要让观众认识劳动检查员，其实是我们要先认识劳动检查员。所以光是要写劳动检查员呢，我们就开始要做劳动检查员的功课。我们约了新北市的劳检员，劳动部，还有劳动部的劳检员。然后就算约了劳检员要写的时候呢，还是好担心那个他们的专业台词我们写不来，所以其实每一集都是关卡。之前他也说，我们的工作是责任制。责任制？那你有跟公司约定工时，签订工时同意书？我不知道可以签同意书哎，我以为责任制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好为止，如果做不完，就是要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想办法，就是会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你知不知道你没有打卡，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几点下班的？这样当然就没有办法争取到你想要的加班费，这样你知道吗？不管是劳检员或律师，或甚至快递员好了，我们都会去把台词给他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平常会不会讲这些话？那个专有名词都是不能错的。所以其实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中还蛮忐忑的，因为其实怕给观众误导，所以每句台词其实我们都有斟酌，而且我们常常为了一句台词，我们3个人就在那边争了半小时。又要符合正确性，然后符合专业度，但是要通俗好吞，对，然后观众又觉得有趣，所以真的每一句都很难。我投球真无用啦，吼，你莫搁找我吼，你赶紧出去，我有要搁听你讲遐543。张先生，我是依法来执行职务的，我愿意配合就形同拒检，如果拒检，我是可以立马开单的。你罚单，无你即摆是在讲法我呀？哎，我不是在威胁恐吓你，我只是在告知你，必须配合我的工作。要罚你3到15万，你也不怕就对了。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了，我现在就回去开单。守这个门，然后往这边跑了，头起来啊！没有，直接对，能往上顶吗？对啊，到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弄。没有，这可以顶哈。对，到时候他出来留给你啊。好。我想让他往那边走。是。头不会动啊？不会不会。你拄我讲要甲我赔罚单345万，你即马爱赔我345万啦！啊，使看，无你跟我来警察局啦！你太夸张了你！都要看啦，蟑螂是安怎？
应该没什么伤，可能要脱完衣服才知道。面是打我破皮了，面是消炎了，应该还好，应该没。这边呢？怎么讲？因为他刚才你撞。去摸到。对呀，还好了，就是因为剧组工作人员他们都保护我们安全，所以基本上都还好。不过第一次稍微滑了一些啦，所以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人家墙壁弄破。这样的戏其实就是要呈现回英泰他这个人，就是他感觉就这样，觉得没什么太多表情，就冷冷的这样，然后这其实比较好笑的啦，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他比较可爱的那一面，就在这场戏有呈现出来。小日常，靠一家三盲大兵装变做历史的日常。当医生两三人从西乡下台，因为阿爸喝的酒就要加泡的关系，从细就不时走进医生的屋卡，然后去骗准做一家天意杂屋卡。对医生也准做情侣爱强样暗杀，不过一份亲情的感情，杀伫两三人出来杀飞过后，变都无强样的。小姐，我翻译啊，脚在这里。你不要闪，你不要闪，对，不要急，不要急，下去看，下去，行，你冲过去，不是的，哎呀，再加一点，你过来，在骨头的地方算了，任务非常清楚，就是扮演一个专门这个前辈，然后专门欺负古兵的，也就是里面的立想，对，他就作为他的一个公司的前辈，然后运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有点像欺负性，像职场霸凌之类的。对，那我的任务就是整死他。我操！逗。拿楼梯。哎，现在是什么情节？哎，你报仇啊？没有。小明生，日常的阿爸，到日常又同多年无联络，因为做事的意外，本规矩的书变到像负担强样，行路也一摆的。平常时抢做的可卡排演的小康业绩来过日的，言行撒飞又硬学的性格，也本意啲就算面对本人压迫，也唔肯容易求救，一切都切假往下去。听袂去啥好诶，我国本就谈啦，也到社会啊，冇因为关系而你卡牌的因啦，就算死在了厝，那就冇因理由。看你样子跟我当年最惨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糟糕。对老对啊，然后该用是轻视职业世界，穷样咩？嘲笑他。嘲笑他。你没比他一样，你不会赢过我。我跟再多一点，你是他的心魔。心魔。推自己去的英语，嘲笑他。好矮薄，我还靠我。没够，别让我够用，别让我够用。压力好大，2届影帝。就是可能从小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爸爸，可能吃喝嫖赌都来，然后让他的童年很不快乐，那甚至可能对，还好没有影响到你的前途，对不对？还好没有，你后来没有，我儿子是律师呢。对，我有今天不多不少，其实比较励志的是，爸爸曾经也很尽责任，他只是因为劳工伤害，伤到了自己可能哪里不方便，他也要重新振作，但振作不起来，他变成自暴自弃。自暴自弃的时候我还小，那自暴自弃他还没有管家里，所以导致我可能一个人一个小孩还没有能力去谋生，所以才会在隔壁以晨家吃他们的饭，住他们家里之类的。那长大了，我从育幼院到寄养家庭，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奋斗啊，所以才会有今天。所以我一直对你就是有一种怨恨在，我比较没有去帮你站在你的立场出发，说你曾经也想要振作，
但是没办法振作不起来。那有条条一看嘛，我说他假讲。从前本來有人講，不過唔係開刀，係開始，最後唔係。當你條件比理想好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比理想更好？就算沒有更好，那起碼可以跟理想一樣有那個鬥志。所以我覺得理想這個角色就是有一種勵志、激勵人心。所以這個角色其實在演的時候，同時間也在鼓勵我步兵的。所以提到20集，要看完了。